今日我哋嚟到 Seluna Fine Art 欣賞香港藝術家 Rosalind Hume 嘅香港首個個展 Scenery of My Mind 思緒的景緻。呢次嘅展覽展示咗佢最新一系列作品，探索抽象畫嘅層次、顏色同質感，呈現大自然同人為、理性同感性嘅矛盾同和諧。Rosalind 擅長用抽象嘅筆觸表達豐富嘅情感張力，佢嘅抽象畫當中變化多端嘅線條，呈現出平靜又混亂嘅風格，將內心嘅思緒具象化。Rosalind 選用咗大膽嘅顏色同筆觸，喺畫布上面疊加層次，呈現出豐富嘅視覺效果。佢嘅畫作以藍色為主調，同大自然本身柔和嘅色調構成對比，凸顯佢嘅強烈情感。佢利用麻布粗糙嘅質感，配合散落輕盈嘅線條，令觀眾感受到粗獷同柔和嘅交織。畫布上面留下咗大量空白位置，令觀眾有更多聯想嘅空間。呢次展覽係由6月20號到8月3號喺 Seluna Fine Art 展出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